歡迎收睇《金錢世界》，我係陳啟樂。先回顧下港股喺啱啱呢個禮拜嘅表現。內地資金趨緊，投資者又紛紛套現，令到內地股市顯著調整。上海股市更加係創咗7年嚟最大嘅一星期跌幅，港股亦都受到拖累。即使美國加息步伐有望推遲，恒指都無力守穩27000嘅水平。禮拜五收市報26760點，全個禮拜計跌咗520點，跌幅接近2%。今個月嘅低位呢，如果喺早兩日已經見咗嘅話呢，即係往後呢就要睇下個成交量啊，或者資金呢能唔能夠足以推動個恆指呢進一步向上行啦。咁啊，最重要嘅就係梗係50天線啦。只要突破50天線呢，的確有一個機會呢係咬腰而上嘅。咁啊，成交金額能唔能夠配合呢？呢個比較關鍵啦。我就對下個禮拜嘅大市睇法呢，就中性少少，輕輕望翻好啲咁多。咁至於美國嘅加息呢，其實呢，就算真係正式啟動呢，好可能呢每一次嘅加呢都係1/4厘。其實對資金市場對嗰個財務承擔都唔係好大嘅啫。嚴格嚟講，對地產市道根本上嘅影響性呢，接近係零嘅。香港呢邊呢，就有咁大嘅剛性需求，況且就算真係加息，咁啊每一次1/4厘息嚟講，其實影響真係好微好微㗎。深港通我唔知幾時出嚟，但係咧好大機會會係第3季到第4季，預期到時嘅成交金額咧將會去到2000億啊、2500、3000億或者3500億，甚至會更加多㗎啦。所以咧，港交所前景我仲係睇好嘅。不過而家呢個價錢，如果要買港交所咧，一定要保持中線嘅心態，千祈唔好諗住我今日買，聽日有錢賺就得啦。股市嘅下調到某個水平嘅時間咧，始終都係有啲政策啊，有啲買盤啊，再出嚟維持秩序㗎啦。所以我就對後一個階段啦，一眾嘅券商股睇法咧，我都仲係睇得比較好嘅。我覺得市場應該還是目前我看好像還是比較平穩的。政改這種事呢，我們交易所呢，在這裏邊沒有立場，因為他是不是參與者。我們個人呢，作為香港市民，大家心裏每個人都有一筆賬，我們自己也有自己的願景和希望。更多的話會不會影響那深港通開通啊？這兩個之間沒有任何關係。控煙嗰方面嘅話咧，我相信而家都係一個討論嘅階段啦，未有定案嘅。咁你大家都睇得到啦，即係我哋嘅博企或者係各方面嘅人士咧，都有出嚟反映嗰個市場，即係實際上係咪一刀切最好呢？本港樓價持續攀升，細價樓嘅尺價屢次破頂，發展商推上車盤嘅速度都有所加快。位於紅磡嘅一個新盤，首批價單至實價，可以話係平盡區內嘅1、2手市場。對紅磡區影響會係點呢？發展商未來嘅推盤步伐又會唔會受到美國加息嘅影響呢？本港一手樓市場嚟到年中氣氛突然升溫，多個新盤齊齊開售，搶佔市場各路客源。其中長實地產連環出擊，今年第4個全新盤，位於紅磡碼頭圍道嘅項目，明明1個星期之後極速開價。Viva 屬於單棟式項目，涉及75伙，主打1至2房嘅中小型單位，首批38伙將會喺月內開售。實用面積介乎331尺去到487平方尺，售價大約係500萬至到800幾萬，樓花期長達22個月。我哋全部都係1房同2房啦，咁即係可能令到啲上車客或者投資客會比較有興趣啦。咁同埋係我哋隔離咧就係沙中線嘅碼頭圍站啦，同埋係何文田站。咁嚟緊呢2個地鐵站，即係應該令到大家覺得買家會覺得呢個地方係幾方便嘅一個項目咯嚇。其實同埋都嚟緊九龍東啦、啟德嗰邊都有個發展區啦。咁成個九龍東其實都會一個起步緊，咁所以我哋項目喺嗰個位置有一個地利嘅好處啦嚇。發展商今次提供嘅職工折扣優惠最多13%，以5樓 B 室為例，面積487平方尺，享盡優惠之後折實630幾萬，平均尺價低至13,000蚊。相比起一街之價，上個月公布首張價單嘅恆地單棟新盤，足足平近30%，亦都較同區嘅相類近嘅物業平超過1成半。
購買2伙以上嘅買家有望優先安排揀樓。我哋項目比較細咧，1房同2房，有啲家庭咧可能都有興趣係可能住埋一齊啊，喺可能喺隔離啊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等到佢哋有少少優先可以買先咁嘅優惠啦嚇。始終市區地少啦嚇，咁都要靠重建啊或者政府再買地先會有土地嘅供應啦，咁所以都比較罕有啲啦嚇。咁紅磡就因為都係一路都嚟緊好多重建啊，咁嗰個同埋再有埋地鐵啦、啟德啦、九龍東嘅發展啦，咁所以其實個潛力都幾大。今年上半年，長實地產喺本港250億售樓目標已經完成咗超過80%，合共賣出咗2900伙，係本港今年上半年最大嘅供應商。而未來仍然會推出更加多嘅新盤，連 Viva 更加有望成為長和分拆重組之後嘅頭炮盤。其實我哋公司都好多元化，唔係淨係1房2房嘅，即係有啲項目都係有3房4房啊咁呢個項目可能喺市區啦嚇，咁市區咁可能就會1房2房就會比較受歡迎啲咯。咁我哋公司不嬲都係有翻自己跟翻自己嘅推盤計劃啦嚇，咁一 ready 到我哋都會推出市場，咁好少就會儲埋啲項目唔會推出啊咁樣咯。美國聯儲局喺啱啱呢個星期結束議息會議，一如預期未有宣布加息。但市場普遍預料美國今年內至少會加息1次，屆時香港會唔會跟隨上調息率仍然係未知之數，但對於整體嘅樓市氣氛或多或少都會有影響。但係發展商相信影響輕微，加上市場需求同埋承接力相當強，未來將會繼續依照計劃推售新盤。我都話加息呢樣嘢，我哋都覺得係對香港樓市嚟講冇影響嘅，咁所以唔會因為呢個利息嘅問題呢，咁會影響到我哋推樓盤嘅速度。咁其實嚟講，我哋今年一路以來呢，我哋都係根據我哋自己嗰個原本嘅計劃呢，逐個樓盤推出呢，咁個銷情嚟講亦都相當之好啦。一手大家睇到呢，銷情個每一個發展商公佈咗呢，二手嚟講個反應都相當之好啦。咁似乎係市民對嘅置業嘅信心啊，置業嘅希望亦都相當之大。九龍區連番有新盤開售，個別嘅尺價更加低過同區嘅二手價。本來屬於二手樓嘅買家都流至一手新樓，搶盡二手樓嘅客源，加上二手盤源不足，導致二手嘅成交量明顯回落。如果我哋紅磡區為例呢，咁我哋睇到就算呢過去半年呢，就個量係的而且確有少少受影響嘅。因為個別有啲一手咧開嘅價錢咧比較上係比二手市場係比較低，咁所以就算回流嘅客咧都希望可以揾到一啲比較上價錢低啲嘅。咁加上本身同區咧亦都唔係話太多嘅業主咧肯放盤，咁所以喺一個成交量咧，咁明顯呢半年咧都比之前係舊年嘅下半年咧都係萎縮咗少少。細價樓越搶越貴，用家剛性需求強，令到市場上鎖匙盤短缺，即使二手樓估值不斷上升，亦都無增業主放盤意欲，持價態度仍然強硬。呢幾年辣招過後呢，大部分用家主導咗市場。咁你話真係如果要鎖匙盤，即係佢一係就佢本身有另外嘅物業啦，或者佢純粹買翻嚟係收租嘅。咁新買翻嚟收租嘅用家其實因為投資者都係比較少咗。咁變相呢個鎖匙盤其實成個屋苑加埋嘅，我諗都成個市場唔好話就紅磡區啦，其他區都會出現就係可能個鎖匙越嚟越少，咁租客亦都放租，亦都租得好快，咁所以你係要睇樓呢，可能揦埋嘅都唔會超過10間，即係連鎖匙連約都一樣。政府近年大力增加供應，入伙嘅新盤急增，下半年就有7500個單位入伙。加上本港嘅低息環境，短期內可能會出現變動，持續多年供平過租嘅年代可能會消失。早1-2年呢，其實個租金呢已經升咗好多嘅。咁去到而家嗰個租金呢，其實同個供款比例呢，其實拉得好遠。咁好多用家呢都發現，如果租嘅好多都願意去買新樓，因為佢根本嗰個供款其實仲比租可能平少少。咁所以嗰個租金呢，亦都未見到話佢繼續上升。個別有啲業主呢，就係想求好客呢，其實有啲租金係比之前可能係調落翻啲啲啦，又唔會話太犀利。不過佢哋會係偏向係揾好嘅租客為主咯。有大行發表報告指，截至今年3月，本港樓價按年升近9%，增幅係全球最高。即使金管局喺年初再推出樓市降溫措施，但由於供應短缺，加上受到負擔能力嘅限制，
銀碼較細嘅小型住宅單位繼續受到追捧，導致細價樓價格10級以上。未來嚟緊下半年呢，我哋見到呢就個樓價仍然都會比較上係穩定嘅。咁但係因為呢都仲有發展商有啲上車盤會推啦，咁所以導致嘅二手都唔會話突然之間要再加價。咁但係要去跌嘅空間呢，我諗就比較困難啲。咁我諗下半年應該橫行嘅機會呢就會多啲。咁同埋加上呢，就如果二手市場呢，就應該都仍然係處於係缺本嘅情況。咁所以可能個別有啲優質啲呢，可能做出嚟都會係出現咗啲高價嘅情況出現。2015年係本港樓市嘅供應收成期，全年可供發售嘅單位或者會高達4萬個。無論係大型單位或者係中小型嘅上車盤，供應都係源源不絕。若果供應商繼續以呢個步伐，並且以優惠價推售新盤，相信可以滿足部分市民嘅上車需要。醞釀超過2年，內地同香港嘅兩地基金互認安排，仲有個幾禮拜就會正式實施。本地有涉足基金業務嘅機構，準備工作正係如火如荼。究竟投資者要選擇基金嘅話，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呢？呢個安排又能唔能夠打通內地同國際資金嘅流通渠道呢？推動香港發展成為一個提供基金註冊啦、投資、管理同銷售等全方位服務嘅中心。對業界而言，基金互認將會為內地同香港嘅資產管理開拓新嘅發展機遇。對投資者而言，基金互認將會為兩地提供更多元化嘅基金產品選擇。內地同香港嘅證監會喺上個月22號簽署兩地基金互認安排嘅監管合作備忘錄，允許合資格嘅內地同香港基金透過簡化程序喺對方市場向公眾投資者銷售。措施將會下個月1號起實施，初期投資額度為資金進出各3000億元人民幣。作為香港人民幣業務唯一清算行嘅中銀香港，正喺度積極部署，並計劃同母公司中國銀行合作，提升集團非利息收入。有份參與部署嘅 Gary 話，現時嘅工作主要集中喺教育同埋宣傳。母公司亦都計劃7月1號遞交基金申請，有信心第3季內獲批並開始銷售。咁而國內嘅客戶呢，我諗相信佢熟中國嘅股票市場，但係佢唔會好熟外地市場。咁所以第一步我相信要教育翻佢哋關於香港市場啦、香港股票啦。咁而下一步呢，可能就係話香港以外嘅市場啦，可能係美國啊、歐洲啊、亞洲等等。兩地基金互認未落實之際，中銀香港早已經同國內基金公司嘅香港子公司有合作協議，未來亦都會繼續透過呢啲子公司引進母公司嘅合適基金。好多以前我哋買唔到嘢呢，可以透過呢個計劃買到。舉例譬如係咩呢？譬如話佢一啲行業基金啦，咁呢類型嘅基金呢，而家我哋響現有嘅貨架上面係未有嘅。有一啲例如話去買係國內嘅一啲可能係混合型基金，佢可以話股票同埋債券嘅比例咧可以彈性咁樣上下喐嘅咧，呢類型基金咧而家我哋暫時都未有嘅。第一批都會有唔同嘅風險嘅胃納嘅產品出現到嘅，包括一啲可能比較進取少少行業性基金啦，一啲中間係混合型基金啦，或者一啲比較保守啲嘅超短債基金咧，呢啲我哋都係睇緊。中銀香港已經同母公司中國銀行成立兩地基金互認工作小組。喺兩地互派銷售員，設立聯動機制同埋客戶推薦機制，更計劃共同研發新嘅基金產品。兩地銷售點方面亦都唔成問題。我諗雙方面都足夠㗎啦。譬如中銀嚟計啦，我哋香港本身有超過200間分行啦，咁所以香港網點方面係冇問題㗎。咁國內嗰個分行數目咧更加唔再講啦，係數以萬計嘅分行嚟嘅，相信喺網點方面係冇問題嘅。呢間本港基金公司喺1990年成立，
現時有銷售唔同類型嘅基金。公司承認喺基金互認安排上起步比較遲，未必趕得到下個月1號入紙申請，但計劃將現有一隻全球性混合型離岸基金轉為在岸基金，下半年再成立新嘅基金。即係我哋嗰啲嘢做緊嚇，咁啊轉翻做 onshore 或者做新嘅基金用 onshore， 咁亦都要陸續成立嘅新嘅基金。譬如我哋今年下半年想成立2隻嘅新嘅分，咁其中一隻咧，我哋希望就係 onshore 嘅，都係全球性或者特別有啲行業嘅咁樣去吸引。公司現階段正係尋找內地合資格嘅基金公司合作，未來就計劃喺內地開設公司，期望能夠喺龐大嘅基金市場上分一杯羹。我哋嘅部署咧，開頭咧就拍下散拖先，咁即係揾我哋覺得，個對象都 OK 嘅，咁啊先係揾個代理人。咁第二，我哋就可能揾啲地區性嘅銀行啦，或者比較中小型嘅券商啦。大嘅券商如果能夠同我哋合作就好啦。咁我覺得廣東省我哋係優先嘅，因為廣東省我哋近啊，咁變咗同埋咧同聲同氣，主要係如果喺內地推一隻香港註冊基金，業界保守估計要大約2000萬元人民幣嘅推廣費用。阿婆期望內地監管當局提供一份合資格證券交易牌照，即係類似香港俗稱1號牌嘅名單。因為中國咁大，咁我哋都係摸咗條路，應該點樣做呢？咁所以而家都做緊研究。第一就係需唔需要同人哋合作啦？點樣形式嘅合作啦？係 JV 啊，或者其他合作啦？咁第二可唔可以自己做得到啦？自己做係要點呢？細細地做起啦，因為咁大我都話咧做。即係全國推嘅，就算人哋肯買你嘅基金，你都符合晒所有嘢，都要2000萬嘅嚇。2000萬唔得唔包咧，就一定有錢 raise 到俾你嘅喎。現時香港有大約2000隻基金，當中大約570隻係本地註冊，符合條件基金互認安排嘅大約有100隻。內地符合互認條件嘅基金有850隻左右。基金經理提醒投資者，喺買賣內地基金嘅時候，需要留意兩地嘅差異，包括基金收費同埋投資風格等等。國內嘅基金方面咧，就算連債券型嘅基金咧，都係個風格係非常之進取。佢嗰20% 咧，主要係買一啲嘅小型股份去搏一個好勁嘅回報，而另外嗰80% 咧，主要係買一啲嘅即係中國政府嘅債券，或者就係一啲咧所謂嘅 policy bank bond， 即係一啲政府相關機構所發行嘅債券咯，而去打一個好好嘅基礎。內地嘅基金公司投資限制較國際基金公司細，投資方向會相對進取，回報亦都較大。以國內嘅債券型基金為例，過去5年期累計回報1倍有多。相比香港嘅零售債券基金，過去5年期累計回報60%以上，已經算係王者。無論係內地抑或係本港投資者，都應該從銷售文件或者係簡報留意基金往績同埋基金經理嘅投資風格。過去嘅往績通常會反映翻就係基金經理嘅投資嘅風格，同埋過去一段時間佢相對比起就係同類型基金或者隻個指數個表現係做成點樣。而第二方面就要睇翻佢個抗跌性。抗跌性通常我哋攞翻隻個指數嘅調整嘅週期嗰段時間咧，去睇翻就係佢同大市同埋就係同類基金嘅表現係做成點樣。而第三就係睇翻個費用比率收費。要得到證監會認可嘅內地基金，首先要成立至少1年以上。資產規模唔可以低過2億元人民幣，唔能夠以香港市場為主要投資方向。喺香港嘅銷售規模佔基金總資產嘅比例唔可以高過50%。而首階段有一般股票基金、債券基金、混合基金、非上市指數基金及實物跟蹤指數交易所基金，符合資格參與基金互認安排。就算基金咧，佢哋係滿足頭先我哋講嗰4個條件咧，佢哋都唔可以攞翻大陸去賣嘅，佢哋都係要入紙去申請嘅，向內地嘅中證監嗰度申請嘅。咁所以咧，就算我哋假設就係咧完成晒成個嘅呢一個嘅審批嘅程序咧，都需要一段嘅時間。同埋另一方面咧，就係要有基金公司，佢哋要喺內地咧，要揾一啲嘅銷售網絡去俾內地嘅投資者去認購。中港基金互認初期額度，南向同埋北向各自有3000億元人民幣，總額度高過滬港通嘅5500億元人民幣。業界相信呢個安排係適合，短期內亦都唔會用盡額度。其實舊年成個香港嘅基金業嘅總銷售量呢，係講緊4700億嘅人民幣嘅數額。
咁即係如果你比翻嚟講，3000億都係一個好大嘅數目嚟嘅。咁我哋唔相信話響咁短期內就一定會用晒呢個額度嘅。初期定嘅3000億呢，應該還是可以的啊，因為你看看滬港通的話，它也沒用完啊，對不對？而且不是沒用完，還是差很遠了啊。所以的話呢，實際上這個滬港通的這個最終實施以來的這個結果是落於大家先前的預期啊，這當然有很多的原因啊。所以你基金也是一樣，你初始的話有3000億，我覺得也夠了。滬港通由舊年11月實施至今，整體使用額度唔算太高，當中北向滬股通額度至今尚餘不足一半，但南向港股通額度就尚餘近60%。廖群相信基金互認嘅額度使用會同滬港通相似。資金係北上多過南下，額度限制最終亦都有望取消。不管是滬港通也好，以後的深港通也好，還是基金互認也好，這個額度都會逐漸的用完，完了額度呢本身也會這個逐漸的加大啊。不過這個可能需要一點時間呢。兩邊監管當局應該在這個推這個基金互認和深港通的時候，應該想想看，不要再重現這個滬港通的這種比較冷清的局面啊，否則的話呢，你本來的這個這麼好的改革的這個它的目標就難以實現。基金互認對於內地 A 股市場逐步開放，同埋中港兩地資金流通，有住好重大嘅意義，亦都有助分流 A 股壓力。中央政府層面，我估計它開滬港通又特別是開了這個基金互認，馬上開深港通，實際上確實也有個考慮，就是分流 A 股的壓力。實際上這居民很多居民存款很多啊，那麼這樣的話呢，因為他們走向海外的這個渠道不多，所以的話我們只能炒 A 股。從這個慢牛的角度啊，當然希望一部分資金能夠找到別的投資渠道，而這投資渠道就是走向海外，對吧？首先來到香港。基金互認就好似一支強心針，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同埋全球最大嘅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措施啟動後，亦都有望締造香港作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嘅地位。對香港來講，很重要一點是它可以吸引這些更多的海外基金啊到香港來註冊。因為你在香港你註冊以後，你設立以後，你就可以到國內去銷售啊，直接去銷在這個額度之下啊。所以這樣的話呢，就是說肯定有助於香港進一步香港基金業的發展啊，也可能說香港作為提升香港作為一個基金中心的這樣的一個地位。我哋一齊留意下今個禮拜有啲乜嘢重要嘅財金消息。禮拜一，內地股市端午節假期休市，滬港通亦都會暫停交易。禮拜二，匯豐中國公布最新嘅製造業數據，上個月中值仍然係低於50嘅盛衰分界線。禮拜三，美國上季經濟收縮，最終有望進一步收窄到0.2%。禮拜四，香港公布上個月嘅進出口表現，預料出口增幅放緩，進口跌幅亦都會有所收窄。到咗禮拜五，兩隻新股首日喺主板掛牌，其中維他移動有望錄得超額認購，但係紅星美凱龍或者會認購不足。